嘉义县民雄分局警方昨暗时伫新港一间超商摆好要掠诈骗车手，围捕的是这个姓林的车手，赛车要走，搁赛车弄警察，落尾是家己弄到安全岛，互警方掠起来。互人诈骗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子，伊伫网络交友互人诈骗。对方惊讲要介绍去年会被平台，竟然就被骗过一遍，昨是第二遍见面要交钱。伊骗30万起来啦，第二次交易啦，我有听讲，阮囝讲警察有提假钱互迄个小姐要调伊，迄个千万讲，你若摕假钱。被害者甲车手约好伫咧外壁村一间超商边仔要交钱，用假钱要引诱车手落车。警方也藏伫咧附近等，不过车手发现是假钱，不落车。他跟我拿钱，等一下给他然后他发现有脚钞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小朋友拿去玩，我就先离开，然后警察就上去了。警方看嫌犯回来，就将副驾驶座的车门扭开，身体顺入去车内要掠人。不过嫌犯竟然就直接把车开走，要弄警察。围捕过程中，一位警察被弄到，正脚受伤。迄个而且叫细一个卡灯骨折啊，像而且是细一个卡灯。警察啦，小队啊，刑事小队。嫌犯疯狂开车，甲机器弄到分界岛，警察甲伊压制逮捕。嫌犯甲受伤的警察拢由救护人员送病治疗。受伤的警察伫暗时9点半出现，已经登去厝内，也若嫌犯由警方介护，带登去侦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